台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。若要讲啊，台湾上有代表性，也是上侪人爱看的运动是啥物？这答案啊，绝对是野球。野球也有人讲是棒球，因过啊，半暝起来看野球转播的迄段历史啦，嘿啊，真正是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呢。那安尼野球相关的台语要安怎讲咧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特别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。咱先来看野球的装备啦。球的台语叫做啥物咧？你会讲啊，球的球啊，叫做啥物？其实啦，伫野球场内面啊，咱会甲球叫做 ball， 啊，就是英语的 ball。伫球场内面，人袂讲球来啊，球来啊，咱会讲啊 ball， 啊是 ball 来啊，安尼互相提醒啊，爱去接球，还是爱闪球啦。啊那讲球迄支啦，嘛毋是直接用汉字翻作球棒哦。伫野球场、棒球场，咱会讲啊，捌打，卖当讲是推啊。这两种讲法用的时机小可无共哦。像讲啊，若是轮到爱去你讲的人，咱会叫伊推啊手。但是咱若要学到这个推啊手真好讲，咱会讲伊捌打真用。啊那安打的台语叫做 hit。所以要甲推啊手加油，咱会讲啊，捌打 hit 嘿。总讲啊，就是咱会滥用推啊和捌打这两种讲法，这就是台语啊趣味的所在。所以来讲球员呐，伫野球场内面啊，上有权威的，就是裁判咯。裁判伫野球场内面会叫做安排，啊，就是英语的 umpire 的音译。啊，那选手的部分呢，投手的台语叫做 pitcher， 啊，就是英语的 pitcher 啦。伫规则方面啊，pitcher 大部分嘛爱去讲球哦。毋过啊，有的比赛为着要保护投手啊，会设立指定打击，到代替这投手啊去咧讲球。和 pitcher 配合负责接球的啊，咱嘛会当直接讲捕手。总是啊，伫野球场咱较接听到的是英语 catcher 音译过来的 catch 啦。catch 是球场内底的指挥官哦，伊会当看到规个球场，会当甲投手啊比暗号，佮会指挥内野的球员，是真重要的角色。过来，咱知影英语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是 first、second、third， 所以把手啊一垒、二垒、三垒的球员，伫野球场内面啊，咱会音译做 host、second、third。啊那野球内面把手的所在分做内野和外野两个区域啦。内野的把手者除了头前讲的 host、second、third 以外，佮有两位分别徛伫一垒和二垒和三垒中的球员，这啊就叫做 short， 汉字叫做游击手。啊那内野的外面啊，伫空块外野啦，干那三位球员把手哦。伫上倒边的，就用英语的 left 音译，叫做 left。安尼正边的主人就叫做 right， 就是英语的 right。中央的啊，就是散打啦 center。啊那关系比赛的规则，就是pitcher甲球牵过去，推啊手想办法甲攻出去啊。哦，啊，若是三摆好球拢无攻出去，就 out 啦。out 就是 out 出局啊啦。这种出局啊叫做三振，啊是合起来叫做三振 out。若是推啊手攻出去，无互人接到，就叫做 hit， 啊是安打啦。啊，若安打真悬真远，飞过外野边的墙啊，迄就叫做 home run 啦，就是 home run。所有伫垒上的跑者，拢会当走倒来得分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野球是不是真趣味咧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等好主播。